印加果实所有毒性生物碱呢，要经过特别技术处理，才能够降低毒害。种子可以榨油，很多人在种植，不用喷药，也不用施药了。叶子怎么跟那个黄毒很像？怎么跟那个误以为是何首乌呢？叶子怎么那么像啊？助理，请帮忙搜寻何首乌的照片。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结果。看维基百科的。不一样啊，叶子不一样。印加果的像那个心脏型、爱心的形。助理，请帮忙搜寻印加果的照片。下面是我在网上搜到的。助理，请帮忙搜寻印加果的照片。以下是搜寻到的结果。印加果的照片，你看第二个影片要出现了，那个是成熟的变黄了，还没有成熟是绿色的，五星形呢，五芒星，你看五星形。要找照片呢，印加果了。左边那个圆圈里面那个就是印加果。印加果长这个样子啊，五芒星吗？2、4、6、7，2、4、5，有的五芒星，有的还有7个嘞。俗称叫秘鲁花生呢，秘鲁花生。你看那个叶片呢、叶片像那个心脏型。叶子像心脏型。希望听到你说嗨。叶子像心脏型。叶子像心脏型。
哦，还有俗称叫秘鲁花生呢，印加果，俗称秘鲁花生，说有毒性生物碱料，有特别技术处理的，种子用来榨油的。很多人在种呢。罗里亮果。这叫罗里亮果。有机器处理的。看到了，看那么久才看到。叶子啊，你看那叶子像心脏形。叶子像心脏形。看到了，叶子像心脏形。看不是很清楚，叶子像心脏形呢。助理，请搜寻黄毒子的照片。黄毒的照片。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内容。请搜寻黄毒的照片。搜寻结果如下。请搜寻黄药植照片。以下是搜寻到的结果。你看黄药植。毒黄啊，不是说黄毒吗？什么毒黄？别把黄药植误当何首乌。别把黄药植误当何首乌。何首乌抗衰老，黄药植脉来乱，不要来乱。一般人听到何首乌，有的把黄药植误以为是那个何首乌了。黄药植那个有毒的生物碱呢。这个网站真好，介绍的这么清楚。你看黄毒又叫毒黄。孤独的毒啊，那有毒呢。果实有毒啊，有毒性生物碱。那这是药呢，药物呢。消肿解毒，化痰败衣，治阴流，咳嗽痰喘，咳血吐血都可以用还主治甲状腺肿大呢，淋巴结结核，咽喉肿痛吐血，咳血，百日咳，癌症肿大，癌症，要用治创痒，化痰败衣，消肿解毒的。有毒的药用的呢。本首乌土首乌，黄药植，毒黄也有用。中部那边也有用呢，是晒干切片，然后拿来煮来那个什么洗头发的。可能把何首乌跟黄药植搞混了。
你看印加果的那个叶子也像这样啊，不过尾巴比较尖啊，要像上面这个左边那个印加果的叶子照片呢，叶子也是像这样，看影片看到的。那果实这样的，这个叫灵鱼子，这样一颗一粒的。印加果是像五芒星或者七芒星，果实绿色变黄，这个果实绿色变黑，到了春天会自己长芽，没有种在土里面，会自己长芽出来。灵鱼子那样剖开变这样，有人把它误以为是那个何首乌叶晒干切片，可能切片以后再晒干的啦，切片以后再晒干，然后卖人家说那个什么改善白头发，跟黄毒跟那个何首乌搞混了，原来这个叫土首乌啊。这里有啊，你看本首乌、土首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第一行，本首乌、土首乌，它不是何首乌啊，山慈菇啊，黄药子、黄药、毒黄、黄毒、黄果头香玉、雷公树，哦，产在那么多地方啊。药用，你看那个药用，止住啊，主要治疗甲状腺肿大嘞，淋巴结结核嘞，咽喉肿痛吐血嘞，咳血百日咳，癌肿外用，治疮疡嘞。地下快经哦，还有地下快经会逐年向先端增大，眼球形或者是圆锥形，肥大多肉，外皮棕黑色，表面密实，须根。那个是果实啊，怎么会灵鱼子啊？怎么会是茎根呢？按下去啊，可以看的了。哦，这么清楚，你看，黄毒啊，黄毒啊，黄毒的叶子是跟那个印加果，号称秘鲁花生，秘鲁花生的很像呢。看影片看到的啦。果实不一样，你看这灵鱼子是这样的一粒的，印加果是像那个五芒星啊，这个是切开的，这也是灵鱼子已经枯干了，这也是灵鱼子枯干了，没有摘下来，到秋天以后枯干了。这个好，有这个资料真好。